所以你看，其实，在这种时候，会对老东西、物件，真的会花精神跟力气的，有时候反而是比较年轻的人。你知道我走进来，它这个就有点像我老家所有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家原来是住那种平房，我那个时候是有一点讨厌，当时一定觉得说大家的东西都很新颖，就是比如说我们家都没有洗衣机，我们家就是一直会有一个洗衣婆，就在我们家洗衣，每个礼拜3个礼拜6，她就会来洗衣服。然后我就会觉得什么年代了，那时候还不叫3C，就是都应该要有就是带电子的有电的东西，对，然后要全自动什么的，我就会回去跟我祖母说，为什么不要买洗衣机？然后我祖母就说，那洗衣婆怎么办？然后到有一天，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突然我就看到有人搬洗衣机来了，那我就知道洗衣婆她永远不会来了。所以，然后比如说我们家的那个地板，那个时候那个木头那个地板，就很漂亮。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，我自己走在那个地板，我就会觉得它都会奇奇怪怪，因为它很旧了嘛。然后下面可能会有老鼠，上面可能会有猫掉下来。然后木头又会热胀冷缩，什么边边可能又会被磨掉坏掉。所以那时候都不知道很珍惜。所以我们那时候拆的时候，好多人都来我们家搬东西，像什么林炳存大师这些人都跑来我们家，就是拆门的拆门，拆窗的拆窗。我那时候都谢谢他们把它搬走，然后我还找一个美术，然后那个美术呢，我就说我们家东西你通通都可以搬走，然后那美术就带一个那个小包就来，就说哦好来，一看完就。第2天他就调卡车来，然后就在三峡租了一个仓库，把我家的东西全部都搬过去，但是属于他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那时候很不知珍惜，但我那时候就是人都会有一种叛逆跟逃脱，就是你那时候就觉得我要极简风，我要全白，然后，但现在你慢慢的你会闻到那个气味，会看到那个物件，才会知道说你是从那里来的，对，就像那个箱子，那箱子我们家大概那个当时有40-50个。真的、哦，然后我们还有樟木的箱子，这种箱子，都从我的手上但我有留几个了。后来我常常在一些拍卖会上面都看到我祖父的东西，他跟那个人家写的信件都被我这样全部都丢掉了，所以很惭愧啦，很惭愧。但是啊，我前一阵子去一个朋友家，然后他他就是很知道珍惜他爸爸留下来的东西，所以他就把东西通通都留下来了。